慢慢会露脸，应该安怎讲安怎下探讨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露脸现身，伸出头部，探视，只是短暂露个脸，通常用在负面语境。用力，人客来的时，爱探头招呼，才有礼貌。客人来的时候要露脸打招呼才有礼貌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